的艺术队的幸福新人进场，欢迎我们的幸福新人进场。那个扬琴的队伍哦，非常的盛大。扬琴的队伍呢，人数啊一定要上数，因为呢表示双对对。万年富贵，那这个队伍呢，都跟你客家的文武馆就来出发了哦。其实呢，客家传统的婚礼仪式哈，每一种用品呢，都有特别的意义存在。比如讲啦，希望我哋新郎新娘啦，可以永浴爱河啦，百年好合啦，白头偕老啦，终成贵子啦。看看你可以看得到呢，我哋带领扬琴队伍。最前面一场的呢，就是我们的客家彩旗。客家彩旗呢，它有些来来刺激，它有一个辟邪的作用。很多人咧吹它上啊一空空的一场，后面停定一场呢，就跟那个人传统的客家八音，由我哋嘅团长郑淑敏团长呢来带领嘅杜公客家八音乐团，前面呢带来拖把腿啊、衣服假年啊、胭脂串啊，嘅当奏歌曲，如果曾经啊嘅闹热、喜气融融嘅地方，八音嘅后面呢係头墙。头墙上面啊，用树、牛眼树同钢沙树，墙柱上面呢，它的一块竹柚，这有辟邪镇煞的意思。所以我哋喺府里呢，可以顺息息。钢沙树上面呢，挂定呢係甜頂煙水頂，咁真係四塊甜用，咁真係家中四塊轉成甜康，祝福新年呢，做成貴子。头墙表面呢，係帶入嘅一公一媽，因為結婚之後呢，雙方相處融洽，兒孫滿堂。那好了呢，大家有看看你熱情嘅裝飾及滿滿的祝福尖叫聲，來歡迎我們今天的男女主角20對新人進場。首先歡迎的第一對新人，1號劉子明及陳德軒，來雙腿同樣你揮手。而家呢，而家做嘅朗上嘅禮服哦，然後我們客家嘅朗上禮服指揮呢，也是我們這2年客家禮服設計大賽得獎的作品。歡迎1號，接下來要歡迎2號新人黃品仁、朱雨慈。跟大家揮手。紧接着下来，欢迎3號黃奕紅、劉怡靜。來跟大家揮手，歡迎。歡迎下一對新人張嘉誠、黃友傑。來跟大家揮手，歡迎。緊接着要歡迎的下一對新人楊子賢、張啟芳。好，来上台之後呢，擺個 pose 之後呢，再往後走啊，這是屬於你們的這個時刻，非常重要，而且可以站上2022年客家集藝團的婚禮上舞台上哦。緊接下來歡迎的下一對新人廖佑祿、林燕宇。那還有唱到下一對新人曾俊元、涂佩敏。來上台之後
后呢，摆个 pose 之后再往后走啦，嗨！再邀请下一对新人郑成佑、林品瑜。在进场之后，来到舞台上，记得跟大家来挥挥手，摆个 pose。来，不太等的，都爬进来，可以掌声了哈！耶！紧接着欢迎下一对新人王胜渊、罗少君。哎呀！再邀请下一对新人沈方池、黄富美。谢谢。再邀请下一对新人陈万龙、林玉山。来摆个 pose。欢迎，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这个礼服的配合啊，还有这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客家花布的绣花鞋哦。接下来邀请到下一对新人徐家龙、童淑芬。一对新人苏国勋、张淑云。来，我们上台之后跟大家来挥挥手，摆个你属于你们自己的可爱俏皮的 pose 都可以哦。哎呀，上面的有奖的还有一对新名周松化、侯范蠡。他们身上穿着的呢，都是我们客家婚礼设计大赏哦，脱颖而出的作品，非常非常的精美哦。哎呀，再邀请到下一对新人刘俊宇、陈婉如。旋转圈圈，谢谢。接下来欢迎下一对刘俊佑、林云宇。谢谢。来邀请下一对是我们的江俊逸、罗倩依。哎呀，谢谢。还邀请到下一对新人是赖佑宇、曾秀文。哇，太可爱了！来，接下来邀请到我们今天最后一对新人杨